安是机器人，根本就不是人。什么夏长安？机器人根本不配有名字。我们社会不能忍受伤害人类的 AI 存在。等一下，我们出去一趟。你们让我走！长安，你不可以走。你不是说你要当人的吗？你要当人，你就必须留下来，你必须好好面对这些人类会遇到的麻烦事。你不能再用 AI 的方式来解决了。我们会陪在你这边的，绝对不会离开。相信我们。同学们，我是夏长安的朋友，高一班的隋玉。我也是夏长安的朋友，高一班的陈浩轩。相信很多人跟我们一样，都曾经是长安的朋友，和他朝夕相处过，嬉笑打闹过。难道你们对他的认识还敌不过电视上、网络上那些误导人的新闻吗？我很明白，大家都不懂 AI， 所以你们会害怕。但是你们想一想 ，AI 是人类创造出来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的呀。更何况，他们还有阿西莫夫的限制，除非生命受到威胁，否则不会伤害我们人类的。而且我也想问在场的各位，有谁被长安伤害过啊？有谁？为什么你们会去相信电视上、电脑上那些误导人的新闻呢？当前 AI 管理局也发出过声明，强烈说出那些都是不实的指控啊！谁说那些是不实的指控？程杰，你说话不要颠三倒四的。程姐，你那还没欺负够吗？我这儿就有夏长安伤害人类的证据。饶了我吧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不敢了。不要打我，我真的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喂 ，AI 就可以这样打人吗？大家都看了没有？夏长安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伤害我，电视新闻上面报道的没有错。夏长安就是个会伤害人类的 AI 怪物。你说谎，程杰！长安从头到尾都没有动过手，那些声音都是你自己剪上去的。AI 居然会打人，太可怕了吧！同学们，那个视频都是恶意剪辑过的，他们有阿西莫夫的设定，不会伤害人类的。你当然会这样说，你跟他都是一伙的。你们就是一丘之貉，为虎作伥。把他们都围起来，别让他们跑。嘿，长安，你先走，走啊！你快去救林啊！快去啊！大家把他们绑起，别让他伤害人类！好，这边，我这边走。